但是內在呢還沒有完全修復好，我怕高空壓力會帶來影響。我都記住了，醫生，你放心吧。行。什麼后台啊，这么硬？陈主管，你找我呀？小溪呀，喝不喝水啊？我不渴。辛苦了工作。那个小溪啊，是这样的啊。鉴于你前段时间的表现特別的突出，我呀就跟上面申請了，以後啊你只要負責總裁辦公室那一層就行，其他都不用管，都不用管。謝謝主管。不客氣，不客氣啊。你先休息一會兒啊，我先去忙了啊。那主管你去哪儿啊？要不要幫忙啊？不用，我呀出去打掃個衛生間啊，很快就回來。沒事，一會兒就回啊。一會兒就走，慢點。打掃衛生間啊？哎，小溪啊，坐，休息最重要。我先走了啊。打掃衛生間。进。顾总，这是今年各部門的財務報表。好，放這兒吧。這裡面有幾個地方需要說明一下，我再給您說一下，可能需要點時間，您看。不用了，放這兒吧。哎，等等。你剛剛說這裡面有幾十條說明，那你跟我詳細說說。這個是財務部的，這筆費用我們現在看不到。這條你跟我說一說。